PPE 小組嘅特色係強調由專業社工同埋種子導師一齊帶領，結合專業知識同埋真實嘅照顧經驗，透過種子護老者導師分享自身嘅照顧經歷，引發共鳴。最大嘅壓力就係照顧我先生，我真係接受唔到，我日日要幫佢洗腎，覺得自己嘅心好難過咯，自己坐埋一個會傷心，即係喊咯，好似冇人幫到我咁樣咯。因為我係出於一片真心啦，去無私咁奉獻對媽媽個好啦，但係換翻嚟個回報咧就係佢出現啲問題令我好唔舒服咯，同埋有沮喪咯，好難受。喺呢段期間就係我好唔開心咯。我哋每一堂都好咧，都係有啲真係行入嚟咧，就真係好似好唔妥嗰個樣，真係好似有一個想尋求幫助咁嘅心態入嚟嘅。咁通過我哋，譬如我哋上堂咧，每一節我哋有唔同嘅形式啦，每一節有唔同嘅話題啦，分享又好咧，或者係大家互相傾訴又好咧。作為一個護老者，點樣釋懷自己啊？PPE 小組嘅結構涵蓋分享護老故事、人生回顧、自我關懷、意義反思同埋點樣去應對困境，促進組員之間嘅經驗分享、個人成長、心態轉變等，陪伴護老者喺照顧嘅路上揾到核心價值同埋力量。種子護老者導師擔任咗一個好重要嘅朋輩角色，陪伴住組員經歷照顧嘅歷程，同佢哋同行，有更深層次嘅同理心。啲同路人會講佢點樣照顧屋企人，好似有乜嘢唔識都可以問人咁樣咯，真係放鬆。所以我啱先都講，每次過嚟小組呢度咧，我個心情都好好，好似有個依靠咁樣。響全家之寶嗰一節裏邊啦，選一啲項目啦，係咩最珍貴嘅喺我人生裏邊，揀下咧，揀到剩翻最後7個、5個，令我去反思啦。點解有咩令到我可以繼續有呢個動力追隨呢個做呢個照顧者呢個角色？因為佢話上到嚟咧，即係好放心，咁所以佢每一次上堂之後咧，佢會講下佢自己嘅經歷啊，或者係個心聲啊，抒發咗佢內心嘅感受咧，佢覺得好輕鬆、好舒服。通過咁多個鐘頭咧，真係到佢哋最尾嗰堂嘅時候，佢哋係即係好似將每一個小時、每一個8節嗰個快樂咧，就雙倍成咁走出去，帶到好多護老者行出呢個自己嘅陰霾咧，我覺得係好有意義嘅。佢哋俾咗我一個機會反思，點解可以繼續前進落去呢？學習到，咦，原來真係有個甜嘅喺度喎，媽媽面露笑容啊，精神爽利啊，咁已經係我最大個回報。佢可以出現呢啲咁開心嘅畫面，都係對我一個堅持作為一個照顧者一個動力嚟嘅。我以前咧，我唔識得同我先生表達我愛佢嘅，依家咧就學會即係讚下佢啊，咁佢又開心，我又開心咁咯，係啊，改變咗我自己啦，因為我多少都有情緒會發泄喺佢身上，依家咧起碼就真係少咗好多，就唔會話喐下就發脾氣咁樣咯。PPE 小組係一套好全面、系統化同埋具治療性嘅小組，對同工嚟講提供咗一個框架同埋有指引去帶領小組，由護老者個人自身出發，帶領住佢哋欣賞肯定自己，學習點樣應對困難同埋尋找照顧嘅意義。而 PPE 小組嘅設計係好實務性，每節有好多唔同嘅工具材料，帶出正面嘅信息，引導組員反思，促進佢哋個人成長。總括而言，見到小組為護老者可以帶嚟好顯著嘅成效，我覺得認同係值得喺業界推廣，同埋俾多啲同工去認識同埋使用。